你在干嘛呢？我正在忙着呢。要不要这么鞠躬尽瘁啊？下班后还要加班，下班前也要加班。喂，不用对老板这么负责吧？我妹妹没那么高的要求。我这是对自己负责。那你什么时候对我负责呢？哎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闲聊，挂了。喂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什么时候对我负责？如果你不想对我负责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对你负责。啊？你一直发微信就是为了说这么无聊的事情啊？你一直发微信就是为了说这么无聊的事情啊？无聊。你一直发微信就是为了说这么无聊的事情啊？无聊。无聊。你一直发微信就是为了说这么无聊的事情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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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聊。无聊。你再讲一次我们杂志的新名字。都是婉晴想的，婉晴讲吧。就是微女郎吧，也就是微博、微信、微笑。Great， 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，I like it。还有，我们有别于其他的杂志，我们每期的微女郎的封面呢，我们会从街上找一些非常有个性的女神，请她们来做我们的封面女郎。然后一年呢，我们会把整个封面做一个评选，评选出一个年度的微女郎。这路数太时尚了。那我们来好好策划一下创刊后的头期内容吧。就用微信令短信打入冷宫做专题。我赞同。我觉得呀，我们可以列不同的选题，例如，男人不时的给你微信是什么意思？那若男的在微信中常常给你讲无聊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想找机会给你的手机上留点生意。可是，你如何判断那个男人爱上你了呢？如果他一个人的时候，经常重复听你发给他的微信，然后一个人偷偷的微笑，那就说明他爱上你了。这个社会真的变得很奇怪。这些个女人在沙滩上为什么还要穿那么多？现在的女人永远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穿，什么时候该脱。哎，你看那个穿那么少，你说她会不会走光啊？希望吧。贱，没你贱，你最贱。你是全世界天下第一贱。哇！放开那个姑娘！红颜祸水啊！干嘛用我手机？我看那个笨女人是不是所有短信都不回的？死了这条心吧，人家现在很忙的。好了，欢乐的时光特别快，到此为止。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些杂志看完，然后给我们焦总做一个汇报。乔总啊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福生集团的文件我已经替你做好分析，发到你邮箱了，等着你回去批示啊。焦总啊，喂，你真的决定打2份工啊？3份呐，还有我爸爸那些文件，每天我还帮他看看有没有什么错漏的。创创，你实在太能干了。这些就不用说了，我不在这岁月里呢，你也不用太惦念我。有时间好好想想怎么对付雪天组合 ，fighting。
这件太艳了，我这年龄穿不合适。那就这件，既雅致又清新夺目。这件也太素了。那就这件吧。这件倒行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呢先给来雪打个电话，看看她穿什么颜色。来雪？我还以为您出去是件晚晴呢。我是带来雪去兰心会。您亲自带她去啊？您已经3年没有去过兰心会了，难道您真的拿来雪和明娇一样对待呀？你也看到了，如果说晚晴啊是乔家的救命草，那来雪就是一条夺命藤，逼得这兄妹2个呀，不得不快马加鞭的往前跑。再说了，来雪现在已经算是乔家的人了，跟明娇呢也算是平起平坐了。公平的来说呢，我也得给她一次机会，看看她是不是值得我栽培再说。
婉晴。奶奶终于带我这个孙女儿出来见人了，明娇也在接受我，这会令你心里很难受吧？不要这么不可理喻。哼，我想你误会了。乔金帆怎么说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所以我不想跟你关系弄得不快。兰心会这么多名媛，到头来我最欣赏的还是你。出身好又怎么样？心都不好。他们全都说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还把乔金帆的前女友静媛老挂在嘴边。哼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哪一点吗？是你栽培男人的能力。这一点我是远远不如你的。以前我跟林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聪明，很优秀，很努力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像今天这样。一个林天商业计划，就让全行业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坦白说，林天是你一手栽培起来的，而我只是个收成者。我猜，你现在也应该在栽培乔金帆吧？想要利用这个未婚夫收回失地。来雪，干嘛要花这么大心思在我身上？我是想要提醒你，人一旦被石头绊倒一次，也很有可能被绊倒第二次。我是想要给你一个善意的忠告。这林天是你一手栽培起来的，结果他放弃你，令你前功尽弃。我怕乔金帆到最后也一样。哼，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喜欢你，想保护你，所以跟你订婚。后来那些名媛给了我一个答案，原来他跟你订婚是想要弃他在国外的初恋女友静媛。来雪，你真的很无聊。婉晴，我是怕你又被男人伤害一次。不只是我，这出戏兰心会的名媛个个都等着看呢，别出丑啊！哎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到时候啊，我让我那个小叔子好好准备准备，可千万不要让我第一次做媒就无功而回啊！好，林天，漂亮吧？漂亮。林天。来雪，这位是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天商业计划的负责人莫林天，这位是李太太、周小姐，你好，还有江夫人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就是莫林天，我听我老公说起过你。林天，李太太的老公也是做地产的，东方集团就是他们家的。东方集团，那可是杭州房地产界的龙头老大。幸会幸会。你太客气了，现在谁不知道谁拥有人才，谁就是老大。来雪，这么帅气的青年才俊，该不是你男朋友吧？如果他是你男朋友，我小叔子可就要靠边站了。哎呀，才不是呢，他只是我工作上的好朋友而已。真的只是好朋友吗？我看杂志，他不是为了你而跟夏婉晴在订婚晚宴上宣布分手。哎呀，真的，他真的只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家千万别误会。哎呦呦，你要是真的还没有女朋友，我把我女儿介绍给你。我们家呀，中国第一建材。哎，莫先生，来交换个名片吧。哦，很荣幸认识您。我从小就不相信自己是个普通人，果真，你看我这最近的日子，手袋中的名片都是什么集团总裁、董事或者经理，全都是因为我是乔家的人。林天，你感受到我这种转变的快乐吗？你开心就行了。喂，李太太吗？啊，这星期六的晚上香格里拉中餐，随你小叔安排。好的好的，我明天回公司跟秘书确认一下。啊，太期待了，我再联系你，再见。哎，
你不介意我跟人吃饭吗？我有充分的自信。你真的不生气？你是乔家的孙女，是新晋的名媛，有了这层身份，追求者自然更多了。我得适应。这些高尚名媛联谊会就是婆婆选媳妇儿的地方。你都不在意我，谁给你的短信？哦，刚才那个王太太说，她想约我去陪她女儿看话剧。不许去！你那么没自信啊？哼，你真讨厌！不玩了。哎，你真生气了？刚才你想气我，现在变成气自己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来雪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让人当笑柄。我也是。以后你不要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男人在感情上，永远不会让自己痛苦很久的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们女人。哦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可是例外的一个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当初你是怎么对婉晴的？还有我爸怎么对燕萍跟我妈？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！啊！讨厌！哎，我今天去兰心会，你知道乔老太带谁去了吗？谁啊？你猜呀。我哪猜得到啊？来雪。来雪。嗯。看来乔家真的挺重视凌天商业计划这个项目啊。那还不是他们从我们家抢走的呀，包括莫凌天。要不然来雪怎么会在乔家抬起头呢？跟来雪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我能说什么？我又不是农村大妈。依我看，乔老太太这么做，是要激一激乔金帆，所以，不管是来雪还是咱们家婉晴，都有可能是工具。哎，老公啊，我还听说，乔金帆过去有个旧爱。好像在国外，我是怕他要是回来了，那我们婉晴会不会吃亏呀？谁没个旧爱啊？哦，那是，谁没旧爱呀？哎，好了，这旧爱难忘啊，只是在歌词里才有。这一个男人要是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干嘛跟她订婚呢？是吧？放心，这单生意咱们不会亏的。啊！不会吧？一天都不打来。喂，怎么样了，未婚妻？睡了吗？你有见过成功人士12点前睡的吗？我在看今天的会议记录呢。找我有事？明天早上有什么安排？明天早上？你想干嘛？我看一眼啊。哦，刚好，明天早上没事。怎么了？那我请你吃个早饭吧。行啊。那要不我们出海去吃吧？去坐游艇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吃个早饭而已，就在你们公司附近吧。也行啊。那几点我去接你吧？不用了，到时候我把时间还有地点直接发给谢创，让他当你的司机，还有闹钟。真细心。哦，还有啊？还有什么呀？明天再说吧。晚安。装什么装？
明明就是想要听到我的声音。哎呀，情侣装哦。您好，你好，点点什么？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吃。豆浆油条吧。对不起，没有豆浆油条。那就豆浆稀饭。对不起，没有豆浆稀饭。那稀饭油条了。不好意思，也没有。我们这里油条稀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油条、豆浆和稀饭。哎2份美式早餐，谢谢。好的。好，今天你做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别闹了。对了，现在谢创经常在杂志社帮明娇，还习惯吧？其实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谢创的，应该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好了，说我自己吧。其实我昨天去了兰心会，在兰心会碰到了明娇，还有来雪。其实你可以说话的。你不是让我别闹吗？我怕我一开口，你又说我闹了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行，我认真。我做记录。先生，您的2份美式早餐，请慢用。吃吧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吧。如果你想说的话，不用我说你也会说的。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就算我要你说，你也不一定会跟我说的。所以，你说与不说呢？你想说的是莫凌天的事吧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赌1块钱，这个微信是莫凌天的。幼稚。我就是那么幼稚。没有零钱，10块，还是他。没意思。行了行了，你跟我说，在兰心会看到明娇和来雪，然后呢？没事了。我知道。你在兰心会看到来雪，然后莫凌天也去了，你见到莫凌天了是吧？不是。不是。好了，我不想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凭什么你没说完，我就一定要留下来听你把话说完啊？你说不说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我非要起个大早，在这个地方跟你吃这个破早餐。是啊，这是破早餐，你可以不用来啊。我没说你一定要来的呀。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你想跟我说你还是放不下莫凌天，是吧？还是他。不吃了。把钱拿走。小费。夫人，放这儿吧。哎，这是我特地买来的虫草茶，给你补气血，喝一点吧。哎，
这2天净吃补品了，嘴里都起泡了，先放一放吧。卸掉后替你找的工人合适吗？煮了东西合你胃口吗？我一个人吃的也不多，让他帮我打扫卫生就行了。来雪这么早就上班去了？他是想证明给乔氏上下的同事看，她是个能干的太子女。都是你调教有方。怎么了？还生我的气啊？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好，不提了，想点开心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看几张照片，是来雪的，传给我的。哼，这个我知道。妈现在带来雪去参加那些名媛的聚会。哎，看，来雪笑得多开心。看来妈开始接受来雪了。希望这接受是永远的。一定的，你别多想了。季云，我想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想让你保护来雪，别让她受委屈。乔家虽然接受了她，但她从小不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。当然了，只要你挺她，就没有人会看不起她。不会的。你看这张照片，我妈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来雪的。只要她把凌天商务计划弄出成绩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跟妈好好谈谈，考虑你的事。我的事就别再考虑了。我想回法国。也好，去散散心吧。不是散心。我想回法国定居，不再回来了。怎么突然间有这个想法？经过这么多年的事，纠纠缠缠，我真的觉得很累了。我想安安静静的过下半辈子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有没有跟来雪说过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还是等来雪回来之后跟她商量一下吧。她还需要你，我觉得她不会同意的。凤仪，我没事。自从你妈大使大寿把燕平接回去，你们一家人团聚是早晚的事。你妈妈能接受来雪，就是想让我安心的走。我太知道她老太太的心意。再说，你妈妈现在停了，公司上下就一条心。我太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凤仪。
李医生啊，你好，常老太太您好。你好。燕平好些了吗？自打从您寿宴回来以后，她好多了。这大概是听了那天跟乔董跳舞的音乐以后有所改变吧。哦，辛苦你了。啊，看来没什么。新药是治疗的最好法宝。那是那是。啊，李医生。哎，我想单独跟燕平待会儿，你看行吗？哎，那好啊，快请吧。哦，您慢点。燕平啊，我已经活到80岁了，这个世界我早已经看明白了。现在家里没有别人，就咱们2人。燕平，你别再装了。20年了，当初你不让纪云和来风一在一起，你装疯装了20年，这个家呢，也就跟着乱了20年。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话跟你说明白。我承认，这个家对不起你，为了这个家族的利益。因为你是银行家的女儿，我才逼着纪云娶了你。你受的苦，妈全能理解，因为妈也是个女人。可是没想到，你一装就是20年。是啊，你的婚姻是保住了，可是你们算是一对夫妻吗？你有过一时一刻的放纵自己？你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吗？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你想过2个孩子吗？20年。那年金帆只有8岁，就要面对母亲疯了的事实。而明教呢，就更可怜，他4岁就没有了妈妈。当他看到别的孩子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，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2个孩子吗？他们叫你妈时，你承受得起吗？现在2个孩子，一个呢不务正业，花天酒地；另外一个呢，满世界的乱跑，乱交朋友，就是不愿意回家。我作为奶奶，看见他们这样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有多疼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下班了。嗯。哇！哦，耶！啊，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去征服敌人，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妈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段时间妈看你啊特别开心，所以啊看着你啊妈都高兴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跟乔氏这层关系，我现在身边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，总是围着我转。以前我不是名媛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名媛圈特别神秘，结果一进去也还好吧。妈，你放心，不用多久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
小姐，您的花。啊，谢谢啊，帮我把门带上。好嘞。这么多的花，谁送的？是不是林天送的呀？哎呀，林天哪有这么浪漫啊？都是一些花花公子、富家子弟送的。没一个我看上眼的。来雪啊，妈想和你商量件事儿。你说啊。我想回法国去。去散散心，好啊。不是散心，是永远不回来了。不回来？妈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跟爸商量了吗？说过了。那爸怎么说？他让你去吗？他说听你的。啊？妈，我觉得，其实你回法国也挺好的，反正你不也住不惯吗？更何况，爸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们如果像以前那样跟乔家硬拼，这样一定会前功尽弃的。那你就先回法国，当我的后援，怎么样？燕平，纪云呢？哦，纪云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金帆又闯祸啦？不是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来凤仪她很快就要回法国，以后再也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生活了。来凤仪？是啊。燕平，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，快点回来吧。我们一家人一起好好生活，孩子们都特别的想你。纪云，我比谁都想家。来凤仪真的会走吗？还是他在耍手段，逼你跟我离婚？怎么会呢？别胡思乱想了。那我明天再打给你。当当，啤酒来了。还没睡啊？啦，啤酒来了。我睡了怎么帮你拿啤酒啊？你让我拿的，失忆了你。最近杂志社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关心起我的杂志社来了。我是担心你那杂志社什么时候倒闭。哎，那你就死心吧。等我第1期《微女郎》出版呢，一定秒杀全城女读者。早知道我就不给你买下这个杂志社了，什么都学不会，就学会了夏婉晴那自以为是的样子了。哦，原来你在想婉晴啊。搞不懂她发什么神经，玩生死不相往来啊。可能我想是那天蓝星会的聚会让她不开心了。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那天呢，有一些名媛一直追着我问静媛的事情。那她有什么反应？反正来雪跟我说，婉晴被他打击到了。
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。